据报道，一家非常有实力的网站对于东突厥尔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悲痛呐喊呼声，并没有保持沉默。对于中共政府近年来对东突厥尔斯坦维吾尔人的镇压、屠杀、同化等等做法感到愤怒，并对中国各大院校及官方敏感网站进行了攻击。6月8日，居住在安卡拉周边的维吾尔人聚集在阿基白拉姆威利清真寺前，举行了抗议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尔斯坦实施的各种超乎想象的镇压破坏示威游行。因中共主席习近平邀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将于6月6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6月8日上午，中国哈萨克斯坦企业家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商业协会、企业家、智库等约300人参加。各企业家代表就两国贸易、交通物流、能源等领域的开发合作新机遇和新模式进行了交流和研讨。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企业签署了涉及能源、基础设施、金融、运输、医药、航空等广泛领域方面的30多个协议，总值达到了110亿美元。俄罗斯卫星网6月8日报道，北约声称增设新的机构并不意味着立即增加兵力，但是北约军事力量扩张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北约一直把俄罗斯当作重要对手进行防范。军事专家分析认为，北约增加兵力，并且重点强化欧洲和跨大西洋调遣部队，主要是针对俄罗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伦敦发表声明，威胁阿萨德政权，说阿萨德应该考虑到以色列在内战期间并没有进行干预，现在更是如此。今后如果叙利亚对以色列不利，我们将毫不客气地进行致命性反击。路透社6月6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自担任总统以来，在白宫首次举办了穆斯林分斋月开斋晚宴，并亲自主持了本次开斋晚宴。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德·桑德斯表示，有30至40人参加了白宫分斋月的开斋晚宴。